我身後呢一幅嘅彩虹旗咧，嚟自10個組織一齊繪製啦，然後咧今日喺街頭上邊展示俾大家睇。好啦，可唔可以分享下後邊呢10幅彩虹旗係點樣嚟㗎？好啊，呢10幅彩虹旗咧係曾經做過 Rainbow Shower，由社群咧去縫上魔術貼，所以佢係可以拆開再拼合嘅。咁之前喺立法會嘅哭牆行動入邊咧，都曾經用過，甚至咧有警察參與過創作啦。咁所以我希望將呢個抗爭嘅能量化為一種比較和諧同埋團結嘅意思。所以咧，我都邀請咗10個單位，包括係一啲中學生嘅組織啦、性別嘅組織以及係盟友咧，一齊繪製。入邊咧有好多種唔同嘅創作，可唔可以邀請你都分享下你嘅創作係點㗎？哦，我哋咧就做咗好多刺繡啊，因為我覺得女紅係一個好長久歷史，係作為一種社群嘅凝結啦咁樣。咁同埋我哋一路縫製，一路咧就傾偈，咁就可以做到凝聚社群嘅方法。所以今日見到啲旗重新集合係好感動，因為哇，原來大家嘅集體創作放翻埋一齊係會有更加多嘅 power。係啊，我同意啊，所以咧今日咧喺東角道啦，我哋邀請大家咧喺度打卡。我哋沿途咧有到唔同嘅市民啦，有大人小朋友一齊去影張相。我哋相信咧透過一個少少嘅行動，可以話俾其他人聽，你係同同志同在。我哋一齊同在。